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11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透早，咱先赶紧来关心古巴南部车闸小连续发生2届大地震，一届是5.9，一届是6.8。加在是无发海啸的警报，而且嘛无人伤亡。古巴中日啊才去发生去有风台扫过，造成大停电，而且有的所在还阁当伫咧修理，电也未来。一届阁去拄到地震，百姓是感觉真惊吓。 甚至有的所在还阁爆发小规模的抗议。古巴的南部连续发生2遍强烈地震，真侪厝的墙尾啊、砖啊甲落来，表面壁损，厝顶崩落，道路顶的电火条啊也摇摇摆摆，真侪民众惊甲走到厝外。发生者报道，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报告内面讲，这2遍地震容量1点钟。 第2遍的规模6.8，深度23.5公里，震央伫咧古巴东南部格兰马省马托洛梅马索南平40公里的海底。因那第1遍规模是5.9，震央差不多东部、中部拢有感觉。En otras ocasiones hemos sentido sismos, pero no tan fuerte como se sintió ahora. 地震发生的时阵，古巴的百姓也搁伫咧大停电、加飓风拄过境的困境。吹落飓风拉斐尔侵袭古巴的西部，造成国家电力系统中断，几落百栋厝损害，几落10万人撤离。伫吹背部分地区已经有电，不过也未修理好势地区的民众生活是真无方便。古巴伫10家才受到飓风奥斯卡侵袭，电厂各种停机，全国大停电，修理阁无顺利，真侪所在发生小规模的抗议。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上新的消息，咱要来看今年新北三重埔甲土城有2个警察伫执勤的时阵，去互食毒驶车的人弄死。警政署认定这拢是因公殉职，不过搁较侪赔偿嘛无法度挽回宝贵的性命。昨昏伫咧邦桥甲新店是拢搁发生食毒驶车拒绝临检而且逃走的事件。加在这2个驾驶落尾手是拢已经互抓起来啊。 警察伫咧巡逻的时阵，竟然互一台蓝色的吉普车对后壁7喇叭超车，拢无伫咧插公权力，警方随对后壁入。这台蓝色的吉普车伫咧新北市邦桥闹区撞红灯，驶来挖去，危险驾驶行为实在真危险，要甲机器弄到零程度，警方随甲车围起来，甲人抓来。 因是啉酒开车是食毒开车，警方伫咧车内查扣电子烟的主机甲分弹，初步检测是毒品依托米酯，伫信号以上发办。另外，交通违规的部分罚单开16张。江南的交通违规行为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取缔告发，计有10几件，那处罚新台币61700罚款。礼拜伫咧新北市食毒开车案件唔那一件，暗时6点多，新店的警方发现一台车正可疑，要甲伊砸来检查，伊无停来，连到油门吹的就走。警方在巡逻车甲伊弄停来。车内发现2男1女，在车内发现了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的性器，经电脑查询，该车驾驶李男，他是公危险及 毒品，副驾驶是毒品通缉中，乘客虚拟毒品案、群案经侦讯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3个毒贩拢被现场抓到，警方以毒品罪嫌扩大侦办，追查毒品的来源。不过，警方每一遍出勤查检，就敢若是伫咧搏性命，而且第一线人员无及时查缉食毒开车的工具，这个问题也阁无法度解决。记者综合报道。 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东半部较会落雨，嘛会变较凉冷。目前咱台湾的附近有3个风台，也阁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目前伫咧西北太平洋有银杏、万宜，也阁有结晶拢总3个风台，而且也阁有一个就要形成风台天土的热带性低气压。这款的情形伫咧11月份算是真罕见。 虽然直接影响咱台湾的机会是真低，不过也是要注意外围的云系会带来雨势。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东半部较会有雨，温度嘛小可有变较凉冷。也若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拜2到拜3，因为受到东北季风也阁有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
宜兰、甲北海岸，也有上北的山区，拢爱注意可能会上大雨。若到拜四，整体水汽减少，气温会回升。不过到拜五，水汽会阁增加。礼拜时阵，台北季风增强，天气民众都要注意。再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已经要求台积电自家起7纳米以下用伫 AI 加速器甲画图处理器先进制成的晶片，停止出货去中国。过来看自由时报，有的民众认为讲骑电动厨房车，也有电动平行车等等是真利便。不过伫咧法律上虽然是定义做是慢车，但不过实际上若骑去路面，目前也是无合法的。台北市交通局表示，部分电动厨房车时速伫咧慢车的限制25公里以上，伫咧相关的规范出来进前是无法度开放。过来看《中国时报》，即马诈骗是世界夜夜飞，国营银行是持续限缩转销的服务。台北富邦银行12月份开始，针对真久无来去的客户，或者是客户的口座，那亲像是有无合法等等4种的类型，若是申请新增加约定的口座，会为目前过2日才生效，调整做过6日才生效，这嘛创下历史上爱单上久的纪录。继续咱来看，即马诈骗的手路是百款，有诈骗集团假作是监理单位，寄假罚单互民众，要来骗钱或者是骗个资。为着要阻挡诈骗，中华邮政是家己建立 AI 反诈骗的模型，希望会当量早侦测到有问题的口座。无论寄收包裹、手镜头同齐都完成，这类业务愈来愈便利，所有民众收到邮件，讲有包裹无领，赶紧点连结，结果佫是诈骗。我在想，应该也可能会有人会相信吧，这好像是真的一样。我觉得应该是你可能有钱没有提吧，或者说还是包裹没有拿吧，这是最普通，因为邮局的它的业务大概就是这些嘛。有中华邮政来看起来像官方的口座，其实也是假的。有人照指示梳理口座密码，存款红豆领。面对诈骗乱象，中华邮政各出招。建制我们本公司专属的 AI 防诈模型，我们预先就是把这个一事一偿的这个客户，把他就是找出来以后呢，我们先设控了以后，然后他的这个账户就不能够再继续骗其他的客户了。自建 AI 模型搭配大数据，侦测异常口座，中华邮政通报警方之外，也捌查到哄骗的钱。也毋过为邮局到几啊间金融机构陆续封冒名，甚至有人收到假罚单邮件。提起交通违规无处理，爱点连结纳款，监理单位提醒唔通点选来路不明的连结。诈骗集团就是看准这一点，民众平常都使用金融的部分。那再者呢，假冒金融机构名义可能比较容易取信于一般的民众。过来诈骗案件大致在审以业会单位，更加有不法集团假作各机关监骗。警方提醒，只要出现要求提供个资的行为，都爱紧急打动啊，注意是诈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美国前总统川普拍赢这届选战，就要去白宫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伫咧初五投票结束的24点钟内，美国民众伫咧谷歌找移民去加拿大、纽西兰也有澳洲这的关键字数量是增加10倍。现此时嘛有真侪移民者伫咧美国甲墨西哥之间的边境，希望伫咧川普上任之前会当申请到庇护入去美国。美国前总统川普会重返白宫，真侪美国人已经开始找找其他的出口。根据路透社报道，为谷歌的数据中显示，自美东时间初五投票结束了后的24点钟以来，美国民众首先搬到加拿大的次数一日增加1270%，移民到纽西兰的类似首先也同款超过2000%。另外，想要移民到澳洲的人增加820%。事实上，美国民众之中独联对海外移民的调调已经是头一摆啊！早在2016年，川普拍败希拉蕊时，都有不少美国民众因为对川普的无信任，产生想要选去国外大的想法。那安尼，川普高强度的非法移民政见，也互真侪伫美国的非法移民真紧张。特别有2架载有394名非法移民者的航班降落伫瓜地马拉。这寡非法移民大部分拢是伫想要进入美国的时，互拘留伫美墨边境。Quiero
instarlos a que pues cambien las políticas que tienen, ayuden a los migrantes, porque casi el 80% somos latinos y somos los que que somos los que trabajamos y los que luchamos para que las grandes empresas crezcan más. Y pues gracias a los latinos, los gringos, como decimos acá, los estadounidenses tienen sus empresas y nosotros como latinos somos los que más chambeamos, somos los más aguantadores. 7日也有美國嘅每日上限2500名移民，用行嘅經過墨西哥南部，準備佇邊境申請庇護進入美國。這移民攏唔望會當佇川普入駐北京之前成功申請庇護。專家有講，川普上任了後，會趕走至少1000萬已經踮佇美國境內嘅非法移民，佮執行伊之前無完成嘅美墨邊境牆政策。另外，也會更加嚴格限制庇護申請者，要求因佇第三國提出申請嘅時，都愛佇第三國等待結果。廣視新聞新樂報編譯。川普這屆選調了後，已經鋪文表態講，被邀請前國務卿蓬佩奧來入閣。根據 CNN 的報道，咱的駐美代表儒戴雷甲川普這屆國務卿可能的人選歐布萊恩已經有先見面甲食飯。有風聲講，川普上任之前可能會甲咱的總統賴清德通電話。特別重回北京，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積極調組內閣團隊，不過最近的社群發文宣布，未邀請前駐聯合國大使海地加前國務卿蓬佩奧入閣。另外，外國媒體點名川普已點定的國務卿可能人選之一是川普的前國安顧問歐布萊恩。Something similar from the Chinese with the buildup of the PLA Navy now. Maybe in 10 or 15 years they'd be in better shape to do it, but even once you get to Taiwan, there are very few landing beaches. So I think it's a hard operation. 做國安顧問期間，歐布萊恩就正關心中國對台威脅，寫真了也甲台灣政府互動密切。2023年3月時陣，也率團來台訪問，甲迄時陣的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清德見面。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最近報道，歐布萊恩初次甲咱的駐美代表於大雷食中晝頓，佮收到賴清德總統的正式賀函，然後轉交予川普團隊。報道也表示，真濟前川普政府官員講，川普在政權交接期間，有可能甲賴總統通電話。外交部已經請我國駐美國代表處轉送賴總統致川普總統當選人的賀函，除了祝賀勝選外，也表達期待在台美緊密友好夥伴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與川普政府的合作。至於相關細節，外交部沒有評論。我個人覺得，不可能在1月20號以前，川普上任之前，跟賴總統進行一個電話的一個交談。畢竟這個已經有先例了。那另一方面，川普他當然還沒有上任，他不是美國官員，當然也談不上有任何的一個違反美國所謂一中政策任何的一個問題。學者指出，川普的特點就是無確定性權，無排除伊可能希望透過甲台灣的互動來施壓中國甲美國進行貿易談判。最研判依照前總統蔡英文甲川普通話前例，川台通話也有可能發生。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關心以色列甲哈馬斯相戰，到當時已經超過400天啊。以色列的首都西北的時陣，有大批民眾咧抗議，要求政府都要趕緊停火，甲人質放出來。另外有風聲講，早前講願意做公親的國家卡達，認為以色列甲哈馬斯雙方根本就無想要講和，所以無要閣出來鬥吵啊。到來外橋面頂，燈會大大顯示出400這個數字，並且講唔是大標誌，提醒社會大眾，以下衝突發生，甲人質和武裝組織哈馬斯綁票已經滿400天。數百名以色列人質的家屬，初到暗時組織佇首都特拉維夫的人質廣場，目屎流目屎滴，要求政府加速停火談判，帶因的出來人轉來。閣有真濟憤怒的民眾組織佇以色列國防總部外口，抗議政府救人質的速度上慢，要求總理納坦雅胡落台。Unimaginable 400th day that our loved ones are held captive in the hell that is Gaza. They are still there because of Benjamin Netanyahu. Still having 101 hostages in Gaza.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unbelievable. 以下衝突無停，喺中東各國真濟個協調之下，停火甲人質協議一直無結果。法國去努力協調，雙方嘅國家卡達認為雙方攏無誠意要做談判，宣布暫停解決合作協議，一直到雙方攏有誠意要做談判為止。Qatar withdrawing is, for us, is a chaos. Now without them, we don't know who's going to be in charge of the stretch connection, if it's going to be the
Turkish, if it's going to be the Egyptian, if it's going to be anyone else. 除了以哈冲突，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嘛无停，甚至联合国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个指控，为9月30以后已经受到40届的攻击，其中确定有8届是为以色列来攻击，包括这个月初7，以色列军方用怪手甲大型机具摧毁维和部队基地的部分围拿，甲阿木图结果，维和部队讲，以军超故意直接破坏部队的财产，是公然违反国际法，这是对联合国部队的指控甲抗议，以军否认有这款代志。公司新闻。同朋友，继续咱要来关心南亚的国家巴基斯坦的俾路机省，伫遐有一个火车头车到的时阵发生自杀炸弹的攻击，至少造成26个人死亡，超过40个人受伤。当地武装组织俾路机解放军是已经承认犯案。车头的柜台人潮来来去去，但咧等火车进站，煞熊熊出现火光，了引发大爆炸。这是南亚国家巴基斯坦伫当地车口发生的恐怖攻击。当时伫俾路机省的奎达火车头受到自杀炸弹攻击。अंदर जा रहे थे टिकट लिया उधर बैठे 2 मिनट हुए थे हम वहाँ पे पहुँचे थे 2 मिनट के बाद ब्लास्ट हुआ है और हमारा 2 जख्मी और भी हुए हैं मेरे साथ लड़के थे ना वो भी जख्मी हुए हैं जो हमारे साथ और भी काफ़ी लोग थे तो वो तो 中华国媒体报道，当时有真侪乘客搭咧柜台等车，准备坐车要去白沙外市。第一台列车搭要出发的时阵，煞强强发生爆炸，造成真侪人死伤。路透社报道，奎达当地军方调查显示，自杀炸弹客是伫100多人的人群内底，引发外套内底的炸弹，所以向恐怖攻击的方向调查。当地武装组织 BLA 俾路机解放军了发表声明承认犯案，表示攻击目标是一名伫火车头要登去厝的士兵。भाग दौड़ कर रहे थे कोई जख्मी थे कोई किस तरह थे कोई किस तरह थे किसी की पाँव नहीं है किसी के हाथ नहीं है किसी की टांगें नहीं है तो काफ़ी लोग जो है इधर उधर BLA 组织是巴基斯坦当地叛乱组织内底规模上大的一个，因为认为政府开采当地天然气甲矿产资源，并无公平互居民得到利益，定在伫当地发动恐怖攻击。这个爆炸发生了后，当局伫奎达市各个地区，警察、警察甲执法人员启动快速的安检措施。奎达市嘛伫车到暗头，替牺牲的16名士兵举行丧礼。而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除了谴责这个攻击，嘛要求病院管理部门爱尽全力救治伤患。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川普竞选的时阵，伊捌讲，伊若选掉了后，会伫1天内解决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初次甲罗西亚总统普京通电话，川普建议普京唔通互乌克兰的战事加悬，嘛有甲提醒。华府伫咧欧洲的军事规模是不了大，而且希望量早就乌克兰战争解决的方案做回来讨论。西班牙10月底做大水是真正难，全国死亡的人数至少有222个人。因为瓦伦西亚自治区的主席发布错误的气象，造成重大灾情，灾害应变的速度嘛真死疏，所以13万的民众去街仔路抗议，要求主席都要落台，总理都要甲责任担起来。来看海地乌社会是暴力事件了，政府阁无能。过渡政府委员会伫5个月之前指派康尼尔来做总理，不过委员会内斗是真严重，也阁有食钱等等的问题。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委员会已经甲过渡政府总理康尼尔辞掉啊。镜头转来咱国内，2024年秋斗大游行伫咧展会起过。今年的主题是和平反战，民生优先。呼吁政府都爱重视物价、厝价，也阁有工时拢真悬的问题，而且嘛爱增加固定假日。也那劳动部是表示，修法了后，劳工一年要是会当休假116天，薪水有慢慢咧起，工时已经有咧降低。要和平，不要火拼。行到总统官舍附近，向总统赖清德发话，一年一度秋斗大游行，今年主题和平反战，民生优先，焦点放伫国内3个问题。利空人士秋斗游行，70正式登场，要求重视台湾高物价、高厝价、甲高工时的问题。现场有上百人来参与响应，也毋过甲往年来比较，主办方面坦白讲人数受减少。
现在物价节节高涨以外，我们一辈子的辛苦买不起一栋房子，那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工时高，那我们的薪水也低。砍掉劳工的7天假，1年下来帮所有台湾的财团、雇主省下600-700亿，拿去炒作房地产、炒作股市。赞成团体部门决定假日放减调7天，也批评政府法律制定有问题，未少劳工伊的底薪比基本工资较少，也佮加上这津贴有超过，资方就闪过违法的问题。劳动部是讲，修法了后薪水提升，工时下降，也有望保障劳工有固定的休假天数。修法之后，其实我们就确保的每一个劳工都可以有116天1年的这样的休假日数，劳工的薪资上面也是有往上走，其实不像外界这样误解的那个情况。这回对工时薪水处价通货平调，拢予工斗团体真注意，也过游行过程也发生互警告情形。第一次举牌警告。半路停落宣讲，一度互2摆警告，也出现民众出抗议，不满活动举行，加在最后是顺利落幕。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推动互薪水会当公开透明，劳动部讨论修正就业服务法薪水公开标准，要为4万块纠悬到5万块。也就是讲，未来公司若要招人，薪水若无到5万块的，就要公开，袂使阁写见面才阁讲。而且这拍算明年就要来启动修法。点开求职网站，伫深水大区这边常常看到便宜这2字。不过，按算为明年开始，劳动部推动就业服务法修法，未来若薪水不到5万，拢爱公开薪水范围。因为劳动部统计，公开薪水进入6年来，总共受理440件检举，开发55件，开发率干那12.5%。我觉得就是写清楚，让我也可以就是直接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我就了解到，这是不是适合我的？可能你会至少有个底在，就不用再去当面再去讲。为主计总处数据来看，国内计薪族年岁分布分做2个区。首先是20岁到24岁民众，月薪不到3万的人数有28.8万人，比率47.1%。第25岁到19岁，月领不到3万，也有14.9万人。65岁以上是占国内计薪族群的一半。社会新鲜人，他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个薪资议价的这个经验比较不足，可以让他们可以保障工作的权益。为保障促进人员的薪水议价能力，未来薪水不到5万的头路，拢禁止写便宜。不过有金融业者认为，爱全体适用，才能对薪水的透明有帮助。做全部揭露这样的原则，我想对于这些谋职求职的劳工来讲，更透明的资讯更有助于他去判断他的求职的机会。薪资呢，这个越透明化的话，也会跟着这个比价效应往上推升，有助于提高这个新鲜人这个薪资的一个这个拉抬。劳动部按算修法了后，应包含的透露范围差不多是9成，不过有其他经济专家认为，找头路应该提升自我的能力，将提悬薪水谈判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若讲到压差房，中央银行之前有提出第7波选择性的信用管制。目前车花主体买厝的贷款上济敢若会当贷3成。不过根据房屋交易网实际登录的资讯，今年全台湾车花主体交易量上济是台中市西屯区有481件。也若排第2甲第3个是台北市大安区甲中山区，交易的数量拢有甲100多件，显示压差房的政策之下，对这种车花主体交易影响并无大。我中校复兴站的这栋大楼边仔也有百货公司，位伫台北市的黄金地段，平均总价大约4亿。镜头再去北市中山区，也有不少大楼建案，当准备兴建。大楼交易亲像无受央行打差房政策影响，不过一般民众有感觉触价偏悬。一样贵吧，不超过20年，基本上至少都上百起吧。只有往上调吧，越来越贵而已吧，越来越买不起了。根据房屋交易的实价登录资讯，今年全台大楼交易日区第一名是台中市西屯，交易件数481件，年减3.2%，也过台北市大安区年增8.3%，中山区阁是年增32.7%，新竹台北年减12.7%。房市专家表示，毋是央行打差房的力度无够，是甲落地深的换厝的人有关系。
台股呢站上2万点，再加上今年的贸易余额呢持续的飙上高峰，资金泛滥情况之下呢，赚到了钱，把钱呢拿来换屋。目前央行大楼限贷底限，北市是7000万，新北6000万，桃园、台中、台南甲高雄是4000万。大楼贷款上侪只能贷3成，民间团体认为政府打插棒伤晚，目前只会当为改善居住问题来进行。我的民众，就算我买不起，我也让他住得好。我觉得这才是政府现在真正要去解决的问题。那一方面当然是说我们盖社会住宅。何锡昌认为，央行实施第7波信用管制了后，今年第4季初的游园处伫搬迁阶段，预计生活供给量势会恢复，伫明年第1季也是第2季，厝价有希望降5%。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要来看南韩的艺人，也就是中华职棒被转让啦啦队的队员李德辉，昨日伊骑车环岛开直播甲马将互动。昨日暗时伊转去厝里休困，却传出有人赛车甲伊跟踪，甚至是甲偷袭。伊是惊一个，唔敢转去厝里。昨昏伊出面报案，以跟踪受教法甲对方提告。 느낌이 다르기보다는 일단은 조금 이제 제가 계속 여기서 가만히 있으면 계속 이런 일이 생길 것 같아서 그래서 좀 이번에는 나서야겠다고 생각을 했고요. 이제 저뿐만 아니라 다른 분들한테도 좀 이런 일이 많이 안 생겼으면 좋겠어요. 三重分局也已经锁定这个行为人，那待会会根据这个笔录的内容，会积极查缉到案。 另外，三重分局也会加强当事人的住家周边的家案巡逻。李德辉伊是惊一个目屎滴电落来，伊讲已经介意台湾，不过已经唔是头一届，拄到因兜附近有人甲伊缀条条，或者是甲伊偷袭，希望这款的事件唔通阁发生。因那警方讲已经有锁定涉嫌跟踪骚扰的这个查甫人，而且会通知伊到案说明。 所来看统战的标语，即马暂时已经4个赢杯啊！伫台中有一个民众，伊去买宵夜，买转来了后，煞看到甲杯啊封起来，即个塑胶膜啊顶悬印的字，顶悬写讲：我甲我的祖国一时一刻都袂当分割。业者是赶紧出来回实的，讲是去买到中国封杯啊的即个膜啊，并无注意看到内底所写的内容，而且即个业者嘛强调讲袂阁使用啊。 台中市中明路这间阿辉豆腐糕是一间连锁店，虽然伫网络有袂歹评价，不过最近有民众买这个餐点，却是发现副餐的饮料封口塑胶膜顶面竟然印着意思统战的标语，写着我甲我的祖国一刻也无得分割，真生气上传网络分享。其他民众是有无同的看法。对我们来讲是不太好，因为有一些可能，比如搞不清楚的，他可能觉得没关系，但我是觉得自由是很重要的这样。 有什么法律什么去避免它嘛？对不对？应该没有强制性的动作。可是我觉得这是他的自由。对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店家，就不要来。业者事后经由文理声明来核实的，讲因为节省成本无家己设计制作，而是经由购物平台采买中国製较高水度案的塑胶封口膜，已经使用几啊卷啊拢无问题。唔知影讲不同文理是藏伫其中一卷内底，就已经全面来停止使用了。 今年8月，在云林才发生饮料封膜出现“中国统战”的字样。同样的事件，在今年11月的台中又再次发生，混杂在正常的封膜产品当中。这不仅让厂商难以预防，措手不及，也令消费者留下不好的印象。 民意代表讲，云林8月有饮料店要用这个印有统战标语的塑胶封口膜，而且标语的内容设置甲排版，拢甲台中发生的案例拢同款，真可能就是中国政府要求这个厂商所做统战小手段，中央甲地方政府也是爱小心防范。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咱要来看有 NGO 的团体去印尼调查台资的企业，去到当地了后对当地影响，结果发现讲台资伫咧印尼。 这个产业的供应链对遐的环境甲劳权拢造成冲击。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欣回应讲，希望未来会当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NGO 组织实际去印尼当地调查了解台资企业伫印尼定金对当地所造成的影响，比如你的产业供应链即马伫印尼愈来愈重要，虽然是电动车转型的关键，煞对当地生态甲环境造成挑战。台湾跨国企业监察伫拜日发布印尼台商企业甲人权报告。因为印尼他们劳动契约很普遍是那种2个月、3个月一签这样子，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有听到蛮多的案例，就是女性她只要一被晓得怀孕，
然后他的契约到期以后，他就不会再被所谓续约这样。当地 NGO 组织看海内台发声，因为除了环境受冲击，路权也被打压。今年9月，台湾一间企业在当地发生工人不幸坠楼死亡的工案事故。根据统计，甲今年已经有17件同款的事件，却无得到相关单位的回应。经济部正在研拟企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2.0版，并鼓励企业实施人权尽职调查。透过这一些措施，我们希望建立监管机制，确保企业遵守法规。报告指出，真侪台湾企业已经加做国际上恶名昭彰的人权侵犯者。在新南向政策之下，建议政府对海外投资中的人权甲环境问题有效审查监督，搁设立国家联络点，保障海外受害者应有救济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交通的消息，咱要继续来看台中北区进化北路甲大德街路口。即马才当咧做交通岛，也阁有过路等待区的工程。不过完工较无1礼拜，就去轰动2届。民众嘛质疑讲，这设计可能有问题。也那市府是表示，会阁加强宣导，嘛提醒民众若塞车过，就要特别注意。这台运色的车正准备要倒弯，不过拄则起步就直接去弄到庇护岛，加在是无人受伤。这个所在是伫台中市北区的进化北路甲大德街口。虽然正伫进行庇护岛的工程，不过11月头1礼拜就已经发生2件有记录的小龙庇护岛的车祸。附近的民众认为讲，这设计可能是有问题。要做标示啊，没错，就是警示的部分的，因为它比较没有办法让人家去注意到它。你常常啊，你人弄较出去啊，为个较白目就去弄掉啊。警方讲，这个路口的庇护岛工程也未做好。黑色甲黄色的这个警示线也未画起，行船线也阁有车道的标线也拢还未定位，加上这开车的人无注意，所以讲才无小心去弄到庇护岛。驾驶如果提早转向，俗称的切西瓜，很容易因为 A 柱阻挡视线，无法及时注意到庇护岛或者是行人穿越道，增大了事故的风险。转来到这个事故现场，庇护岛两边拢有真明显弄到分裂，顶面转向方向标志也弄啊规拢歪去。台中市府讲，完工进程会加强警示甲宣导，避免这个意外再来发生。将要再加强警示标志的辨识度与宣导。市府也强调，庇护岛工程拢依照相关的规范审查通过才设置，下礼拜就开始来进行这个穿越车道线这修复工程的时间画制。伫完工进程，民众也要多多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信义区的基隆路，最近点仔加路要阁重新阁铺，报名啊拢伫咧施工，结果若像临时车道的规划甲标示无清楚，昨日基隆路的地下道煞是规个大塌车，一个塌就塌点外钟，而且规个袂顶袂动，有人是塌到强要抓狂。也那市府是表示，会先暂停施工，检讨施工的时间甲标示，会赶紧做改善。民众踏伫车阵中，因为等伤久落车沿路尾，还阁拍其他的车辆。这是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是串联市中心的南北向重要交通要道。初到报名11点出现异常大塌车，监视器翕到大批车辆袂顶袂动，短3分钟，2公里的路程塌1点钟。民众卡1999市民专线，也是报警，拢找无人帮助。炸掉啊，对啊，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别的路可以替代，就是只有一条，对啊，所以其实还蛮痛苦的耶。下面空气又不是这么好。民众表示，基隆路地下道尖峰时段会塞车，也毋过报名塞1点钟真少看。那塞车的原因，亲像甲部分道路封起来有关系。基隆路地下道到月底进程，逐工暗时11点到加长工头早6点施工，完成规划，各是摆调拨车道的配套措施显然无够周全。这回施工的交通维护计划，方批评是无实际解决问题。那涉及公安危险、救护需求，更加造成公安问题。昨日有接获199的通报，现场及时启动应变机制，有交通中心协助增开路口秒数，来改善拥塞的情形。约1小时后完成疏导。面对民怨，北市府回应，为初3暗到11透早起，会暂停施工，检讨提升度应该度，也是调整施工时段日期等，精进措施，避免塞车恶梦搁一摆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帮助花莲进行观光，日本的成功山车架构来甲咱花莲办几号的游行。不过，刷起发现讲，车顶竟然是写千手千果，这是引起真侪人的讨论。落尾厂商去了解了后，发现讲，这车走来的时阵是袂记哩甲改掉，已经有甲大家回息咧，嘛强调会负所有责任。长7公尺、悬4.5公尺、总动车过2栋的成功山车，伫前导车山岭下来到花莲的东大门夜市来游过，真侪游客等咧欣赏，因为成功山车已经有300年历史，互日本政府指定真侪无形的民俗文物，是当地祈福传统仪式。有民众伫天桥欣赏，却是发现喊过情形，前导车、播音车 LED 灯顶头竟然出现电加警道这种类的名词。什么千秋永别？什么意思？这个啊。民众讲是想喊过啊，原来是承办的行销公司租用播音车时无查明用途，也无加 LED 灯的电源给关起来。毕竟百密必有一疏啊，好，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只能够跟厂商说，下次在举办任何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仔细。行销公司发出声明，经审困核实的，强调负起所有行政的责任。官府是回应讲，已经要求对方不再搁犯相关的错误。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要来看高雄寿山动物园。拜六礼拜时阵，人是吵。不过有民众车到去佚佗的时阵，发现讲，咧驶动物园内底世代火车的驾驶员，伊是哪驶沿路哪飞手机啊？有民众烦恼讲，可能会有安全的问题。因那寿山动物园是表示，这个游园车的驾驶是外包厂商的员工，伫咧签约进前，拢有要求赛车的期间袂当使用3C 的产品。因那这个驾驶已经去互厂商停班，加强教育的训练。园区大门口定时发车，车速伫时速20公里以下。高雄寿山动物园电动游园车设一年大约20分钟以内，真侪民众拢会选择来坐。礼拜这时，游园车几乎每一班拢客满，但是伫前一天数，游客2届发现游园车驾驶伫车辆进行当中咧耍手机，游客质疑这个行为恐惊影响车顶40人，还有园区其他游客的安全。会觉得不太安全啦，因为毕竟你在开车看手机，你就会不太专心啊。如果今天可能有人走过去啊，或者是说有猴子走过去，你可能就会不小心撞到它。我可能会跟他反映一下吧。对啊，跟他说不应该这样子，因为车上毕竟还蛮多小朋友的。寿山动物园证实确实有接到游客投诉，因为游园车已经委外，有要求厂商都要落实的员工的教育训练，严禁在行驶当中使用任何的3C 产品。那所以目前它是先以停班处置，那后续加强安全教育训练之后，那再回到园区来执行。这名员工已经停班受训了后，确定无问题，才会当过来赛车。因为园区道路无属于一般道路，警方无法度处理违规。园区强调，若真正发生车祸，车顶的乘客也是园内的游客，拢有投保意外险会当应用。记者王刘婷、陈天坤报道。再来，咱来看伫台南市的下营国小迄颗梨啊，最近有采一支牌啊，顶管写讲，这清在有久咧出入，请大家都要减速来标示。这是引起真侪人的讨论。原来这是学校甲地方成立台湾龟的生态园区，希望互这个龟会当继续伫咧遮生态，所以采这个牌啊来提醒民众。来到台南下营国校附近的一条社区小路，出现一个告示牌，顶悬是写着有新龟会出现，减速慢行，互人质疑敢是恶作剧。有那个水池，会有乌龟，小乌龟，有时候会爬出来，所以我们会放慢速度。在地的都知道，外地的可能是以为是乌龟车吧。路标的标示是800种，不过有提醒有乌龟会出现，真正是罕见。原来是附近下营先天上帝庙武神温的公园，边仔是饲了像亲情的乌龟，有时阵生人一无细力就爬到路面上，就会遭受到路过的车辆告死。为此，地方公所以及庙方嘛设立告示牌来示警。他在路边爬，然后就怕他被车子那个，如果不小心就是压过去，所以小时候就把它丢回去那个公寓。其实小孩看到那个乌龟的那个形状，也会觉得
很好奇，想说为什么会有乌龟在上面。那湖的东岸这边就是在夏营国小后面的这个仁里街，因为坡度比较平缓，乌龟大部分都会走这边爬上来的。路的两边设立了告示牌，希望用路人能够减速慢行。公所嘛解说，因为乌龟生蛋就必须要上花，因此甲蜜蜂、校方协调了后，嘛找了下营国校一块空地，成立台湾龟生态园区，和乌龟生蛋专用。利用友善的方式来处理，而目前当地各失败总共有2地，未来卖看成效，则滚动式的检讨，敢有要增加？记者郑云南报道。英国家人爬到的港边，会当看到真侪zanah船。渔民若是要掠鱼啊，就爱3只zanah船做一组，做伙出海。经过时代演变，zanah船即马已经是渐渐消失啦。为着卖互即个传统造船的工艺失传去。国立海洋科学博物馆是专工办一个工作坊，邀请民众做伙来做zanah船，实际来体验，也有体会掠鱼仔人的辛苦。侪囡仔甲家长围伫即只zanah船边啊，替船身抹红点色。这是国立海洋科学博物馆办理的造船工作坊，所有人共心做伙完成即只zanah船，体验传统的造船工法。这只是茶造的船，所以我特别带囡仔来到底去做这只船。第一届我唔参加，第二届我感觉，有来我都规只船拢做好的时阵，我感觉这是较好，对囡仔来讲就有意义的，就好耍的。他们台语怎么说？zanah船。为什么会想要来？好玩。另外，家长也分享，即马真少囡仔知影船是安怎做出来的，而且这种传统的工法搁较罕得看到。海科馆也表示，zanah船上早伫清朝末期，北岛啊东北角这带近海渔业，拢会用这种茶头做的zanah船掠鱼。不过即马船拢是用玻璃纤维做的，港边已经真少看到zanah船。即马伫咧万里，听讲有一台2台船啊，又放伫咧。海边啊，唔是要来掠鱼啊，是保存起来，唔是去作业的船啊，所以即马这种造船的迄个工业已经拢失传啦。海科馆也表示，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即马真少人使用zanah船。不过zanah船这款传统的造船工艺，是祖先为着趁食一路行来的累积。内底有早期渔民的智慧，甲对生活打拼的精神，这也是现代渔业会当发展到今真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海科馆甲海委会合作，伫8月份就有先教民众用茶头做zanah船，趁一个礼拜办理彩绘工作坊。未来也希望透过更较侪zanah船的体验活动，互更较侪人来认捌北岛仔的zanah船，学习渔民打拼的精神。记者中嘉义谢桂玲家人报道。来看嘉义水上是咱台湾中南部上大仙草的产区，为着要推广地方的产业，专工举办仙草节活动，配合社区研究出真侪会当参仙草的好食物，嘛有设计导览的活动，互民众会当透过仙草来熟悉在地文化。配合老师的说明，参加行塔的人唔通参观地方的庙寺，搁伫庙埕用仙草来做物件。嘉义县水上乡举办的仙草节活动，带参加的民众来了解台湾第2大种植仙草的产区。要食猪肉，唔要开猪咧行咯。唔要食仙草茶、仙草冰，唔要看仙草丛。今仔日来遮，互大家认识，这是足好机会。嘉义县水上乡仙草种植面积将近14公顷，是中南部生产仙草的产区，受到顶一阵风台影响，大约造成6成外的损失。为着要来推广在地产业，乡公所争取农村水保署的补助，举办活动来消解仙草的食食。农民啊，伊嘛毋是讲假种尔，伊即摆嘛知影讲伊的物件，会当佮透过包装，有新的通路，而且呢，佮会当互带动人潮，有人要去买到水上乡。仙草其实足济拢去水浸死。为做一区嘛无收，所以村头剩3成，所以即摆今年农民计销做好，因为厂商拢随，你只要有，伊就随来再走啊。乡公所表示，因为风台的关系，今年仙草花开的状况无讲介好，所以今年仙草节的活动以地方产业的历史甲社区市容教育做主题，希望透过浸水池的内容，唔但提升乡内产业的环境，嘛向民众推广在地特产。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香港九龙的寮屋村是二战了后，大量的中国难民跃入去香港，因瓦山起简单的寮仔来住，有人一个住就是规半4人。
即马即规片的违章建筑年底进前会全部拆掉，改建做社会主体，互当地居民实在唔甘。香港的地沟岭有400年的历史，当地有香港芝麻子村的3个廖厝村之一。廖厝村伫咧香港的郊区常常看到。1940年代国共内战加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真侪中国的难民走到香港，互迄当阵香港的人口自60万雄雄增加到200万。英国统治的香港政府一时之间无法度处理遮尔侪难民，就超过30万人沿着山坡起正简单的铁皮厝、石头厝加柴厝，住几世人。嗰陣時好開心嘅，好多街坊街里行出行入傾偈啊咩。我哋以前成日燒嘢食啊，打邊爐啊。寮厝其實就是違建，這寡居民非法佔用政府的土地，或者是伫私人的農地頂頭起一寡臨時大厝。香港前特首林鄭月娥2019年的施政報告講要甲香港辦公協會合作，甲寮厝拆掉改建成做社會主體。地溝嶺第一期拆除工程7月開始，按算伫2024年年底規個拆了。日日都唔捨得㗎啦，你搬咗住喺呢度嗰個狗竇係咪先？你唔好理我。俾我咩都有狗仔喺度，我都 OK 噶嘛。Impact of squatter housing are tremendous. On the one hand, we see that with squatter housing, government have to resettle the squatter with public housing, and to cater all these people, they build a really tall public housing to cater all the people. 根據房子強嘅研究甲觀察，英國統治時期嘅香港政府辦設立寮厝控制小組。因的作用是防止寮厝愈起愈多。若是有居民要起新的、较俗的寮厝时阵，控制小組就會對監視器內面看到，要求因隨拆掉。若無就唔愛互這寡居民帶入去寮厝村內面。所以一寡人就找監視器翕拍到的所在，就是沿着山坡起寮厝。公司新聞沈樂培編譯。受到高齡化甲少子化影響，即馬人口是愈來愈少。在日本有超過4成的莊仔頭面臨滅村的危機。在兵庫縣有一個莊仔頭，去年有生一個紅嬰仔，大家是歡喜甲。兩個餵之主笑甲真歡喜，伊毋但是因爸母的心肝寶貝，也是兵庫縣四爺爺村唯一的囡仔。四爺爺村人口無到60人，居民大部分攏是65歲以上的士大人。20多年來，攏毋捌有囡仔出世過，一直到做 IT 資訊產業的賈堂帶着牽手離婚搬來遮，村內面才有少年人。規村的人也甲兩個餵之主當作家己的孫。同じ人と何十年も付き合っててじいさんばあさんばっかりでしょ変化もないでしょところが赤ちゃんという自分でもだから若い頃思い出した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ね、はい、自分の子供が可愛かったと、そういったイメージが実態として実現したわけですから。这就是系村长泽山也讲到少年的家庭一家伙啊，笑甲真欢喜。日本有要甲2万个社區，主要人口的年紀攏超過65歲。四爺爺是其中之一。村內面真濟所在攏看無人，為了要增加人氣，真濟所在攏有菜甲人變大的紅仔。這麼紅仔的數量竟然比華人還佫較多。こんなとこにおったら嫁の来てもない言うてみんな。3寮大学でも4寮全部出したんですわ、どのお家も。それがもう帰ってこんようになってしもて、大学出てほんでやっぱしお勤めがねそっちの方行きますや。教堂一個伙仔這麼是村內寶。厝邊隔壁是大人，常常送因種的農作物甲煮的菜來互因，一個鬥相共顧囡仔。對全職主婦的離婚來講，受到村民的照顧是真幸福的代誌。也毋過，毋是每一個日本女性攏願意留佇咧莊卡，為了要避免偏遠地區的女性人口一直減少，為生養囡仔提供支持的傳統措施，已經無法度說服少年女性。專家建議，佇咧職場就要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包括提供平等的生管的機會，國家上政府的措施加社會觀念的改變，才有可能慢慢改變這種情形。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輯。福爾摩斯是真出名偵探小說的人物，嘛有真濟電影相關的作品。不過早前翕的底片，年久月深來已經開始閉氣嘛害氣。
英国电影学院用几啊百点钟的时间来把这个底片修复，希望会当让这出经典的电影重新呈现伫咧观众的面头前。款好行李换一顶帽啊，坐伫椅仔顶。二部这个时阵出现一句话讲：“我亲爱华生，为什么你无讲早安？”这是英国电影公司1921到23年之间制作的45集《福尔摩斯探险集》系列电视剧，甲2部长片，拢是无声音的默剧。因故时间久了，这个影片愈来愈后 ，BFI 英国电影学院就重新修复这部默剧电影的底片。I'm particularly excited to restore these Sherlock Holmes films to the public because they've not been available before. 以前电影拢是用加工的底片翕的，为了要保存这几60万卷的底片 ，BFI 把底片收藏伫咧会当控制温度、湿度的仓库内面。国有资料储存加管理公司 Iron Mountain 的资金斗相共，自2019年开始修复20多点真久的《福尔摩斯探险集》的影集。This film is a nitrate print from 1923. As you can see, it is quite damaged. We have lots of split and broken perfs and also tears in the film. 一般的电影底片头甲尾的所在上容易歹，所以才开更加侪时间来修复。像伫咧北角街主题区一个10秒钟的开场的画面，就无几落工才好。因过一寡影片中段只要几分钟就好势。规部影片是总共用几落百点真久来进行修复。修复的影片伫今年拄则结束的伦敦电影节有放映，真侪观众伫咧皇家音乐学院现场的配合之下，欣赏这部1920年代作品。公司新闻，但是当朋友。今仔日天气啥款？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1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